不過但係少夾啲啊，大家。嗰陣時同事嚟，佢話佢2個月冇打，屌我哋2個月冇打都唔打。喂，佢哋2個好拉長都小心啊！你真係要貼啲啊，大佬！冇嘢啊，冇嘢啊！有波兩分。呢邊。得啦，冇嘢喂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喂，屌佢射啦仔！阿梅嗰有時而家打波咧，太油，即係油係。開波！立哥要咩啊？新咗。有冇見過梅佬啊？你可能冇見過梅佬。有見過有。Alex 唔得㗎，一陣 Alex 嗰啲手長啊，笠唔過嘅。係喎，佢手幾長？唔係，佢手長。好波嚟㗎，好波嚟㗎！梅佬要貼啲加糧啊！攞波！喂！加咗分。梅佬要過啲啊，梅佬。哎呀，冇關係啊。張台嘅可以我想攞走。喂，跑啊！加嚟真係跑到埋佢，我冇同佢打過波而家，互相知道。好波啊 ，keep 住啊！喂，跑啊！轉身！跟住3打1，2打1。哎呀！有時要。開波！唔係咁要出聲啫，係。散開，大家喂，唔好企死啊！哎呀，爭啲！好波！爭少少。哎呀，要舉手啊！下次啊，過兩。犀利啊！梅佬中距離 OK， 中距離不過梅佬以前硬好多，咁真係而家要。唔係，我覺得佢上次
就跌咗隻牙咧。唔係，再跌佢以前好硬嘅，不過可能真係要養生咁樣。講真啊，你去到呢個年紀，我搏乜鬼有時？攞晒，唔好交，唔好交，唔好交。哇！如果佢仲要硬淨，冇事冇事冇事，硬淨㗎啦！如果你要上就好硬淨㗎啦。要係啊，舉晒手，立波好波，立波好波。攞波攞波，好波嚟㗎，嗰啲嗰啲。係啊，入手啊！有個黑仔熱嚟啦。3分。11啊，已經打和咯。哇！又喺兩邊啊！攞實聲，攞實聲。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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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個防守啊，大佬！哎呀，爭啲！喂，走啊走走走，走！好波，立波！射啦！唉3分。喂！哇，2分40秒。哎呀！波波冇事冇事。立仔以前係最佳球員嚟嘅，學界。係啊。好多而家剪佢都係養生 feel，佢都係養生。斑馬真係斑馬。佢唔喐添喎。佢老豆係我諗60年代，佢嗰隻就要講嘛，佢老豆係即係佢老豆教書嘅。你知唔知香港第一個室內？香港第一個室內。婆娘啊，婆娘俾黑仔 key 先，係啦，走啦，喂啊！新蒲崗 key 嗰陣時佢話嗰度哇！好 hit 啊，好 hot 啊，好 hot 啊，10分啊，10分啊，單次10分啊，咪好 hot 咯，hot 到爆啊！冇事冇事 ，good good， 1分30秒，要跳啊！哎呀，嚟好波！跳啊！3分嚟啦！喂！幫我哋望人啊！哇！好緊張啊！我都戥你好緊張，黑仔。40秒，我都戥你好緊張，黑仔。30秒。哇！快啊！20秒，唔使咁急，20秒。小心啊！ 20秒14、13、12、10、9、8、7、6、上啊！ 4、3、2、1。